由廣東僑界人民學會國手徑研究中心與澳門科技大學月球與行星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聯合主辦的星際隕石大灣區深空人文特展，將於4月中在澳門科技大學正式開幕。是次展覽匯集全球30多件珍稀天體標本，包括首度於大灣區亮相的月球隕石、火星隕石及重達888.68公斤的巨型鐵隕石等鎮館之寶，免費向公眾開放，展期長達3個月至半年。據策展人、國手徑研究中心主任黃植樹介紹，在展覽期間，將會與澳科大的學生互動交流，講解每顆展出隕石的內容，期望除了從科學的角度來觀展之外，更多的是從人文角度來剖析宇宙觀的概念，讓澳門學生近距離接觸到這些天體標本，感受到它的不一樣，激發他們對天文科研的興趣，推動他們更進一步以相關研究作為發展方向。期望未來可以與澳門不同的大專院校和中小學合作，讓更多學生從書本以外接觸到天文知識，激發他們共同探索和了解更多宇宙中未知的事物。